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
一首诗歌，咱斗阵来学乐。伫即个7月中间，咱有平安，因为有上帝甲咱伫底，耶和华祝福满满。今仔日是你得胜的日子，主啊，阮无欠缺啥物，因为天顶的飞鸟，伊嘛无欠缺啥物。你阁予伊遮尔水的羽毛，遮尔水的身体，主啊，你嘛照顾阮每一个人，还阮兄弟姊妹伫遮会使同心来敬拜你，同心来学乐你。主啊，求你也帮助阮今仔日的圣礼典，还阮也审查阮家己的罪。阮知影你赦免阮所有的过犯，阮嘛要来你的头前，求你来感动阮，圣神加倍感动。啊，今仔日受洗的兄弟，因一世人拢轻调伫你的所在，啊，甲你连结，像葡萄枝共款，伊嘛要结出济济的果子。感谢阿罗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搁一分钟就要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请咱大家将咱的手机啊，甲关开，还是转做震动吼，震动啦，震动。这粒请奏乐。天界的大灵者的正经字啊，就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权能归乎伊，就归乎伊；就将上主的名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即条咱要来吟圣诗，圣诗250首，就阿拉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粒咱三甲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阿爸爸上帝，阮大大感谢你。阿爸上帝，你创造人，你爱人，你爱阮每一个人的灵魂，拢会当得到救。主啊，你讲，就猪仔已经成熟，爱阮去受割。主啊，阮照你的旨意。愿去传福音，互最人来认捌你，来相信你。主啊，阮大大感谢你。今仔日的时间，阮公园教会有3个兄弟姊妹伫阮中间，要来受洗，成做你的囝儿。啊，爸爸上帝，这是你交代阮的任务，阮尽阮的本分去成做这个代志。但是受割是你，要互这个人得到救。的命令也是你的，主啊，只有你会当救人的性命，救人的灵魂。阮会当做你的奴仆，做你的器躯，来进行这个代志。恳求阿爸爸上帝，阮为着这个代志，大大来学着你的名。主啊，公园教会还佫有侪事工在进行。主啊，你看到公园教会众兄弟姊妹，大家认真拍拼伫主你的福音的内面，在认真为着主你做工。恳求阿爸爸上帝，你将你的圣心放伫阮的同工的中间，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主啊，互阮会当照着你赏赐阮的能力甲气力，会当去互世间每一人拢会当来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因一生挖靠的活命。恳求阿爸爸上帝，互阮每一个照着你的名，要遵守你的教示的人，拢会当得到你大大甲阮三甲弟弟，大大保守阮，并祝福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你的面前，拢会当兴旺。爸爸上帝，阮教会每一项在进行的事工，主啊，恳求你亲自来带领阮，互阮伫事工的进行内面，无照阮的意思。拢只有会当照阿爸爸上帝你的意思来推动，互阮所推动的这个事工，拢会当合伫你的旨意，会当得到你的接纳。主啊，阮感谢你，阮大大感谢你，你大大来互公园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福音的灯塔，会当成做福音的事工的发光的所在。恳求你祝福公园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祝福阮中间每一项事工。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阮感谢而乐，拢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后咱要来看启应文，我来启讲一下这个印。启应文是诗篇96篇，是诗篇96篇，启应文第23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上主应该得的荣耀归乎伊，就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一声，就对万国宣告上主做王，世间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
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所以，咱要来看今仔日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希伯来书13章15节，以及诗篇47篇第1节到第9节。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13章15节。所以，咱着通过耶稣继续将称赞的祭献给上帝，这是宣认主的名的人的嘴唇所结的果子。这是希伯来书13篇15节。再来，诗篇47篇第1节：万民啊，恁拢着拍扑啊！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上主至高的上帝应该受敬畏，伊是大君王，统治全地。伊予万民降服阮，予列邦屈服伫咱骹下。伊为着阮经应允的土地，做伊所听的子民夸口的产业。上帝上去坐宝座，万民大声欢呼。上主上去坐王位，扫角拢大弹。恁着唱歌学了上帝。唱歌称赞，着唱歌学了咱的王，唱歌学了。第7节，上帝是全地的王，着用诗歌称赞伊。上帝坐伫圣的宝座，上帝做王，统治万国。列邦的贵族自集。要做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因为地上的君王拢归属伊，上帝大大受尊重。以上上帝的话，即个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了上帝。因今仔日要学了的诗歌是因他活着，因为伊活着。
耶稣的死而复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咱要来请咱本堂的牧师黄牧师来为咱传达上帝的信息。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就是俄勒的能力，请牧师。伫圣经内面讲，咱着用感恩甲俄勒的祭来献伫伊的面前。所以这诗歌虽然常常听，每一遍听嘛是足震撼，嘛是真感动。所以这个歌拢是咱每一个时刻中间向主献出的一种的祈祷，也是一种俄勒。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来俄勒，因欢喜咱来俄勒。所以诗篇的作者每一篇的诗篇拢差不多有俄勒上帝的话。诗篇34篇安尼讲：我要不时俄勒上主，我的嘴要常常俄勒伊。这些所在讲不时。就是咱讲人生无如为代志，8、9顺利1、2所以若是有8、9是无顺利的代志，要怎样真做时事？意思是讲，无论伫什么种环境，虽然这个时阵是逆境，这个时阵无介顺利，嘛是应该是俄勒的时。所以俄勒的话常常爱伫咱的嘴来发出。诗篇66篇讲到，万民啊！你着称赞咱的上帝，互人听见俄勒伊的声。所以俄勒是一个见证，来宣扬咱的上帝。有所书第5章讲到，着用诗篇、圣诗连歌对唱，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来俄勒主。有可能乐器，有可能像咱的诗班安尼来献诗，有可能是咱敬拜中间像7楼敬拜赞美，也是咱用咱的圣诗来俄勒。这是拢表达对上帝一个俄勒的一个方式。启示录安尼讲，咱伫天里要永远甲上帝相同做伙，伫遐甲撒拉弗、甲基路宾、甲长老、众天使天君以及历世历代的圣徒相同来俄勒上帝，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敬拜上帝，这是咱永远的代志。所以咱伫现在，嘛是伫永生内面。咱有哪学习来学了？有一个兄弟呢，因为感情住伫病院，因阿某拢是为着这个病痛，感觉非常非常忧伤，真绝望。所以照咱每一个人拢会做的搭上帝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医治。后来因伫信心中间学习一项事，不管上帝有医治啊无，有一天。咱拢要去到上帝遐，甲伊三甲同在。有医治，有一天嘛会去到遐；无医治，嘛是去到上帝遐。去到上帝遐的时阵，伫永远的内面来俄勒上帝。所以现在这个时刻，既然拢伫天里俄勒上帝，永远俄勒，所以这个时阵住院的期间，嘛是挑战咱属天生活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因就开始俄勒。用俄勒来代替绝望，来代替忧伤。因希望我倒伫病床的时阵，这个病床成做我的圣坛，病房成做一个敬拜的一个殿院。所以因住院的时阵，就常常来俄勒。连续我来探病人，嘛，互因迄个俄勒的信心来得到真大的感动。1年了后，上帝要来医治。有一个亲友来参加伊的个别礼拜，伊安尼讲：，伊讲每一遍我来到伊的病房，伊是有癌症，但是我就哪亲像来到上帝的圣所共款，因为这个所在充满俄勒的声，充满迄个信心的俄勒。伫病痛中间来俄勒，乃是宣告一项事：上帝是我永远的盼望。上帝赢过病痛、死亡权势。无论我是生也是死，无论是什么种绝境中间，无论是病痛还是得到医好，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痛来隔断。所以我着俄勒，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宣告上帝伫我各种的环境中间，伫我生命中间来掌管、来管理一切。为什么着爱俄勒？因为俄勒，上帝都看得咱俄勒啊。
有阵伊就摘掉，有一个查囡仔生得真水的时阵，不管你有学乐还是无学乐，伊就是安尼真，伊的本性就是安尼。所以袂因为你的心情，也袂因为你的感受，也袂因为你的偏见来影响这个人的能力，影响这个人的水，影响这个人的好表现。伊本身就是安尼，毋是由你来决定。所以学乐本身，咱是宣告上帝伊的属性。咱对上帝学乐，也是根据咱对上帝的一个认捌，也一种的经历。所以呢，诗篇的作者当伊咧写这学乐诗的时阵，拢是因为对上帝有一个无共款的认捌。有一天，大卫去到旷野中间，暗时的时阵，看到满井的星星，伊在这个所在学乐上帝，讲上帝啊，我看你的手所做的，这宇宙，这星星，这是何等伟大、何等的奇妙！你的智慧甲能力是无法度测度。这是伊的一个经验。有一天，伊带只羊群去到青草埔，去到溪水边的时阵，伊在迄个所在感受一项，看到这遍地这青翠的草，然后看到这羊群遍满伫这山谷中间，伊就讲：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我引带这羊群，你也亲像牧者共款引带我，供应我，互我无欠缺，去到溪水边，去到青翠的草埔，为着我摆设宴舍，保护我。无互这个野兽，无互这个野狼来侵害，因为你保护我，你引带我，所以伊就对上帝发出一个学乐，这是对上帝的经历，对上帝的一个认捌。咱嘛是共款，今日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嘛主耶稣基督讲：主啊，我学乐你，因为你透过十字架完成救恩的工作，十字架表明你的疼，你的恩典。你无比的阻碍，我学乐你。咱姊妹做有这代志，拢是看伫咱的学乐。咱对上帝认捌，咱对上帝经历愈多，咱就更较多学乐为事。学乐是一种信心的一个宣告，所以咱相信上帝伫咱身上的掌权。咱愿意为着真侪代志，上帝稳准临到伫咱来学乐伊。诗篇22篇迄个所在讲到，我日暝一直啼哭，有时你是我求救，你无应我，我眠时求救，嘛无得到安宁。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真侪时阵所经历的代志。然后后壁迄个所在信心的一个宣告讲，但是上帝啊，你是圣的，你是用以色列的称赞做宝座，然后我的列祖倚靠你。等于我靠你的时阵，你有解救因，你无互因失望。即卖你所在，你感觉头前几句是直接讲出伊所经历的代志，互伊真侪啼哭，互伊真侪艰苦的代志，互伊真侪那像互伊失望，但是后来是有信心的宣告讲：上帝啊，我犹原要用学乐为你伫你的宝座。嘛，这个解说讲到，当阮学乐的时阵，你就设立你的宝座伫阮的中间。这个宝座讲是掌权。当阮学乐时呢，你就用伫你的宝座顶来掌权。当阮学乐时阵，你就一个行动，你就显明你的作为，你无互因的失望。所以学乐，那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学乐嘛是产生某一种能力。所以一方面咱领受祝福，咱对心内底有一种感恩的心，对上帝发出学乐。但是呢，因为咱相信上帝伫咱所经历的环境中间掌权，无论什么种环境，嘛因为伊的掌权来欢喜来学乐。学乐是上帝回应祈祷的一个关键，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有时咱来到上帝面前祈祷的时阵，就咱像安尼讨债共款。上帝老爸欠咱这欠咱迄，所以开一个合税拢讲你爱这互我，你爱这互我，我需要这物件，我需要这物件，所以你来供应我。有时老爸老母听着又要来要东西了，什么时候才会满足？听来讨物件吼安尼，但是呢，你若学乐的时阵，迄无共款的方式。爸爸妈妈，我感觉你足听我的吼，你是足有慈爱吼，你是安尼吼足有慷慨，吼我足
足欢喜的，甲你做伙安尼吼，哦，来塞奶一个吼，娱乐一个，哦，你若讨菜物件吼，心一软，啥物拢互你。娱乐，因为娱乐是上帝回应祈祷的一个关键。咱相信上帝掌管，信靠伊掌管一切。虽然这代志咱无明白，咱犹原娱乐讲上帝啊，你顾念关系我的事。上帝啊，你的慈悲怜悯，上帝你的路亲伫大海中间，但是我犹原感谢你引带我的道路，因为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而互咱经历上帝的德性，常常咱面对真大的危机，毋知要怎回应这个代志。关于俄罗，咱常常爱用一个例，历代志下20章讲到犹大王约沙法对上帝的一个呼求。犹大国后来非常美势，非常衰微，然后伊周围这国家联合起来，联合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犹大国。所以咧，面对真大危机的时阵，约沙法对上帝讲：上帝啊，阮都无这个气力来抵挡这么大群的军队。对着这个攻击，我都毋知要怎样反应，因为我是很衰弱。但是我的目睭只有仰望你。这是约沙法伫迄个时阵，迄个真大危机会当做。历代志下20章，伊就继续安尼记载讲，约沙法徛起来。对这百姓来讲，恁着听我的话，信靠耶和华你的上帝，恁就要坚定。所以约沙法到这个百姓，伊就参详，伊讲，咱着指派唱歌的人，互因穿圣洁的衫，徛伫军队面前，娱乐耶和华。所以伊带兵丁出去的时阵，这兵丁那像一群咧小可咧真热闹个羊啊。然后呢，外水这军队一大群这豺狼共款，你都无度去抵挡这个代志。但是约沙法伫这个军队面前，伫设一群娱乐的示范。因徛伫军队的头前，娱乐上帝讲：你着唱娱乐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圣经记载讲，当伊娱乐的时阵，耶和华就派这个天兵出去，然后拍败所有这大群的对敌。圣经记载讲，以色列人因着欢欢喜喜转去到耶路撒冷，耶和华互因因为赢过对敌，欢喜快乐。安尼约沙法伊的国得到太平，上帝互伊的处境安宁。这是讲到娱乐的一个历史。娱乐所带来的德性，因为娱乐是一种信心的宣告。诗篇47篇讲：万百姓啊，恁着拍扑啊，着用欢喜的声、大声对上帝欢呼。有啥物拍扑啊？用欢喜，因为宣告，因为德性。华语的版本佫讲到：万百姓啊，你们要用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夸胜的声音。向上帝呼喊。你睇我摆设颜色，我赢过4位的对敌，这是一种信心的宣告。感谢上帝，娱乐上帝，那是相信上帝掌管稳准一切事临到伫我的，拢有伊好的一个意思。有时阵，这个事可能是咱失错。为这个事有可能是软弱地搞，但是咱犹原献上感恩，讲上帝啊，我虽然软弱，但我犹原相信你对我的旨意是好，会来互这个咒诅加做一个祝福。所以我犹原要娱乐你，娱乐你的慈爱，娱乐你的疼，娱乐你的怜悯。有一个姊妹伊的婚姻拄着真大困难，所以伊就放纵家己。拄着真大压力的时阵，有一寡人就可能安尼去旅游、去行路，伊是安尼食，那才安尼身躯体重愈增加。伊精神就要崩溃吼，毋知要怎处理这代志。有一天伊听到娱乐的信息，伊讲你得大凡事来娱乐，因为娱乐会改变咱的性命。所以呢，伊就开始，我就试看卖啊，伊就规日来娱乐讲上帝啊。
我学了你，我学了你，我亲像掌权，我学了你，因为你是互咒诅变做是祝福的。我学了你，因为你也会当关心顾念我一切需要，所以也你规个学了。几工了后，邮差伊就送批来，这是伊先生寄互伊的批。伊讲：你若是愿意，咱会当搁共同来解决咱婚姻的这个困难，咱做来面对伊。学了，互伊婚姻开一条新的路。伊的朋友后来就学了讲：哦，你安尼看去吼，安尼甲你1年前完全无共款。看你这个人，看你的生活，看你整个的表现，甲我过去捌的完全无共款。伊安尼甲阮讲，我学了，学了改变我的人生，学了改变我的生活，学了提升我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人生改变，学了。诗篇37篇讲，因为上主来欢喜。就因为上主来欢喜，伊会满足你的心愿。就因为上主来欢喜而乐，因为伊会满足你的心愿。拄着代志的时阵，困难的代志、无顺利的代志，咱拢会先埋怨，这是咱直接的反应。埋怨人，埋怨上帝。埋怨一方面嘛是表明一种对信心无、对上帝无信心。埋怨就哪像咧控告上帝，讲上帝你哪有法拄着这个代志？上帝你哪安尼无能力掌权，互我拄着这样大困难？埋怨，互咱怀疑上帝的良善甲信息。上帝你无听我，上帝你有真侪代志发生的时阵，可能上帝你毋是遐尼良善的。你无法度将这歹变做好，你互这好变做歹，拄着这代志，我无法度了解上帝我毋知要怎样信靠你。上帝互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嘛表明互人怀疑上帝你的慈爱，所以这是埋怨所产生的。但是当咱为着真正情形来讹落上帝的时阵，咱就会宣告上帝的信息要看顾我。上帝将我放伫伊认为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当保罗甲西拉为着福音的缘故，想伫腓立比关家的时阵，这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想关家。这个靠一种的理由来埋怨，为着上帝做代志，来服侍上帝，拄着这么大危险，拄着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上帝无保护我？应该是保护我啊，为什么无？但是，伊无埋怨，反倒伫半暝时阵，伫监狱内面讹落上帝，所以因为讹落产生能力，监狱的门拍开，内面这个关监的人，因的锁链拢透开，甚至因带领这个狱卒来信主，这是讹落所带来的能力。讹落是咱基督徒必修课程。必修课程，毋是选修。咱选择学了，也毋是因为咱凭家己的情绪，咱家己的选择来学了啊。若较顺利，我就来学了；无顺利，我都无来学了。这是一种选择，拢凭外在环境来决定。学了是因为上帝牵你来学了，咱学了伊。所以，学了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宣告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掌权，宣告上帝伊是牵着咱学了，所以学了当咱宣扬的时阵，是圣经内面讲，你着爱宣扬学了上帝的话，这是对正人来见证讲，我信靠上帝，牵着我学了，也见证上帝伊的慈爱、伊的信心、伊的能力。咱三个来祈祷。我的心啊，你着讹落上帝。主啊，阮恳求你，常常提醒阮，照着你的话，阮来回应，来尊谈讲，阮献上感恩的祭。
喙唇的罪、恶乐的罪，这是你所欢喜，也是你的命令。无论得时不得时，愿传扬你的名；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像圣经内面讲，愿常常开声来学乐你的名，因为你是堪得阮的学乐。就透过阮的学乐来见证、来宣扬上帝啊！你真正是阮的上帝。伫万行事中间，你是掌权的上帝，设立宝座的上帝。当我学乐的时阵，开启阮的心，阮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你的慈爱、你的能力、你顾念阮。感谢你的恩典，所以我们开声学乐你，时时学乐你，不是学乐你的能力，也伫众人中间用学乐见证阮的上帝慈爱甲荣耀能力。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一切学乐归于上帝。即代咱要来吟圣诗来回应上帝的圣实。咱要来唱圣诗234首，我心实在学乐，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游玩起地、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愿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粒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吼，因为咱有姊妹伫遮要受洗，所以咱要来先唱圣诗351首，第1节到第3节，请咱坐伫唱就好。
请牧师来举行圣礼典。所以，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要求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你着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那今日咱照主的一个命令，咱传扬伊的名，然后，互因会当遵守上帝的话，然后招万百姓来做伊学生，带因行洗礼，拢总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所以伫华语礼拜，咱已经有2位来洗礼；伫台语礼拜中间，还有1位来洗礼。这个过去拢是因来参与伫咱过去教会所办这活动，巧克力人生啊、香膏人生啊，伫咱过去所参加这活动中间，就感觉讲，那就是种安尼活动之一。但是只要见证，有上帝福音的种子徛伫因内面，因来参加幸福小组，然后伫咱真济小组中间，信仰小组也受到照顾，得着信仰的朋友，然后1年、2年，这种子布芽来成长。所以因伫众人面前要来见证，因是属实上帝，要来洗礼，来承认咱的上帝的名。这是咱要请曾淑婷来到头前的所在。曾淑婷，当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曾淑婷，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会将请起立。曾淑婷，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会将讲，阿妹。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性，甲愿你的魂、你的身躯、你的心，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阵，拢得到保全，无通欠。曾淑婷，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高雄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三甲来祈祷，主照伫你好的旨意，你引带属灵来到高雄教会，互伊经历上帝你的拯救，你的伟大。主啊，互伊咱认捌你，互伊心全然向你。主，你感动伊的心，要来牵调主耶稣基督。你也照你的信息，一项一项成就好的旨意伫伊身上。所以这中间有经过听候，这中间有经过这个阻力，但是上帝啊，你一项一项替伊来解除。主啊，互伊经历上帝你的疼，伊决意来认捌你，这是上帝你出伫真大一个智慧甲能力，安排各种的环境，周围的人，互伊来到你的面前，伊坚持决意来信主，来看见伊的见证所表现出对上帝你的信靠，
现在伫正人面前来见证伊的信仰，我伫个所在，同款同心欢喜，亲像圣经内面所讲，一人归往你的时阵，天你的天使，甲你的正教会拢天使正教会拢欢喜快乐。我来即个所在嘛欢喜快乐，自伊诚做上帝你的百姓，也就即个光分教会袂使会员，伫教会生活中间，我们彼此扶持，然后相同学习。伫阮的信仰中间见证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感谢你的恩典，拯救能够伫属天甲伊的全家。我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将请坐，这是咱请长老来到头前来抬握手来欢迎伊。谢谢。还有礼物，现在可以送了。好，请坐。这段时间属天来到咱教会差不多2年的时间。所以这2年中间，参加咱几个项小组，参与伫咱信徒小组时间的服侍。所以当时咧，阮拢非常非常欢喜。还有一个姊妹特别写来互我，迄个欢喜我拢会当伫原来感受到，遐尼深的欢喜。属天要受洗了，真的好感动所以这拢是因所结出的果子伫咱遮中间诚做一个欢喜的事。咱为百姓来领受咱的圣餐，就圣诗356首。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拿属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请听主耶稣对记拿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你。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所听兄弟姊妹，遮尔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咱买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咱买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耶稣基督，阮伫这个所在设立杯甲饼，咱是要见证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宝血为着阮流出。伫你无必的疼，伫我还搁做罪人的时阵，为着我死伫十字架顶。阮有份伫这个救恩，当阮领受这个杯甲饼，来表明。阮有份伫你的拯救，甲你百般的恩典，阮就存感恩的心来领受。故阮求你来祝福这个杯甲饼，当阮啉这的时阵，你的疼充满阮，互你的疼，你的十字架疼显明伫阮的目睭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这是表明主耶稣基督身躯，为了拯救，替人拍破。当咱领受这个饼的时阵，这个饼也表明，这是主耶稣的身躯，那是百体中间的一体。透过圣餐，表明咱拢属伫伊，拢是属伫伊的身躯。
伫个身躯内面，彼此成做肢体，彼此相疼。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三角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为着咱开一条新高的路，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所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咱就好大进入，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透过这个杯所表明主要所基督宝血，咱的罪无过受到纪念。罪无过受纪念的，这人是有福气的。当咱领受这个杯甲饼的时阵，咱着心存感恩。咱着心存懊恼，开声懊恼，因为咱是有大福气，所以要搁受纪念，靠着宝血，好当来到伊的面前，甲伊面对面，存着感恩的心领受这个杯甲饼。互咱有份伫上帝无比的恩典疼痛。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为着救恩所设立。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角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我已经摆设这个杯甲饼，也领受这个杯甲饼，明白这个杯甲饼的意义，来明白我领受了后，我有份伫你的疼，愿伫主的内面彼此成做肢体，伫你的疼内面彼此联合合一。
感谢你用你的疼来连接我每一个人，互阮成做你的百姓，也成做你百体中间的肢体，彼此互相，彼此扶持。阮献上感恩，为着你的拯救，为着你透过这八角饼所表明上帝伟大的救恩无比的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个咱要来奉献，请奉献的兄姐。上主，你至大，有关联、严更、胜利、威严，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上主，国是你的，你至权是万有的主宰，富足尊贵拢对你来。你嘛掌管万物，你有大权能、大气力，互人伟大强盛。起立来唱后面的诗歌。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你赏赐阮性命，你也赏赐阮每一个人无相关的才能，伫社会中贡献服务。当阮即时献上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感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门。即咱要来报告，咱报告大声，咱先来欢迎咱今仔日伫咱中间的朋友吼，黄泰任弟兄是，请起立。你们有人认识他是谁吗？哎，你先不用急着坐下。他是太医执事的弟弟哈，太医执事的弟弟。太医你们知道吗？哈，在九楼，太医你在九楼啊？哦，他在育儿室里面，裴芳在这里，结果他在现在的社会都是这样子，先生顾孩子，太太自由这样子。非常欢迎你，太正以后跟哥哥一样哦，以后就常常来。好，常常来教会。你看你哥哥跟嫂嫂他们一家多快乐，对不对？好，欢迎我们再一次欢迎太子。今天受洗的淑婷，
淑婷姐妹，淑婷再站起来，让我们大家跟你拍手鼓掌一下。好，谢谢淑婷坐下。淑婷真的很不容易，她有人陪了她好几年哈，陪了她好几年，她的家人都还没受洗。今天我们受洗的3个，华语2个，这里1个，家里的人都没有信主，他们都是第一个信主的。真的是感谢上帝，真的，我早上在那边陪他们，很感动。刚刚淑婷也是很感动，真的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哈，真的是，这是上帝讲的，真的是庄稼成熟了，要我们去收割哈。好，所以咱来报告，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哈，今仔报告，好，就在下一页。今仔等下12点半，咱要开中集会，请咱中集会记得参加吼。再下一页。咱伫9月22开始，咱这个8楼吼，这个8楼的这个场地就要整理吼，要整理过。所以咱对后礼拜9月21。9月21，还阁伫遮做礼拜。到9月28，咱8楼就全部拢在整理，所以人拢袂当开。过9月28迄礼拜，咱爱会记的，咱就爱落7楼做礼拜。做礼拜的时间呢，就做一寡小调整，因为7楼本来就华语伫遐咧做礼拜，对无？过去咱的兄弟姊妹可能10点半伫遮10点半是10点就来就伫教会内面伫遮坐，伫遮大家遮交陪。以后袂当吼，因为以后咱台语的礼拜改做10点45，上班10点45会开始。毋过恁仔游玩10点半就爱来，10点半来时会当先到1楼吼。恁袂当开遮，嘛袂当去7楼，因为7楼是华语在聚会在礼拜吼，所以恁会当住1楼，住遐大家伫遐交陪吼。等华语礼拜若煞，华语礼拜就煞，就有人会落啊嘛，对无？了的是迄个招待人，就会招待恁开7楼，开7楼。所以有1个半月的时间，差不多6遍的礼拜啦。咱拢爱伫7楼做礼拜，兄弟安尼会记的袂？会记的吼。9月28开始，就爱住伫7楼做礼拜后就让搁差不多1个月半月以后，差不多11月11月开始，咱就华语礼拜、台语礼拜拢要搬开遮。差不多11月开始，到时咱爱注意咱的周报啦。过来到尾，因为检采伊的工程可能会小可拖一下啥嘛无一定啦，还是会提早嘛无一定吼。所以咱拢爱照咱的周报来看。所以即几礼拜大家拢爱认真看周报吼，毋通看毋到伊。在11月开始的是华语、台语拢伫遮做礼拜。迄当时礼拜的时间是毋是安那调整吼？咱大家较注意一下。好这种报告过好对。搁一来，咱因为即边的调整吼，所以咱有设备有加买一寡迄个乐器啦，加买一寡乐器。目前的估计是差不多33万，所以咱小会决议讲，互咱兄弟姊妹大家有一个机会，伫即个乐器的奉献顶面，大家有一个机会奉献给上帝吼。所以欠差33万，若有需要的，就会当奉献，为着即项代志来奉献。你若要奉献，这钱你当用写8楼乐器专款奉献啦吼。写安尼可能财务是安尼要求，所以写安尼财务较袂该用毋到伊吼。好，搁说咧。咱第8期的幸福小组，伫9月21，因为咱9月20是，咱9月20是爱无限吼，迄个牵手爱无限吼，牵手爱无限的活动。咱9月21就是咱的幸福小组
训练啦，吼，预备做就是训练，所以请咱同工会当来参加。9月21第8期，咱等于讲牵手爱无限了，煞咧，咱特别举办幸福小组吼。所以咱幸福小组原则上有2组，一组就是运动真幸福的小组，另外一组就是爱无限的小组吼。这2小组，所以咱最近有介侪受洗的兄弟姊妹吼，是拢对咱幸福小组开始。煞咧，佮对咱的团契的小组继续培养，佮上迄个只要真理吼，只要真理的课，了甲慢慢到因会当受洗，真这上帝的囝儿，这真正是非常的无简单吼。真正传福音，哪像主耶稣讲的，这条是歹行佮恶的路，真正是歹行佮恶的路。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共同来传福音吼。佮煞咧，这爱无限的迄个的同工训练，咱伫用9月14的中昼12点伫7楼。这个同工的训练是，阮有招一寡同工，因为爱无限迄天需要介侪同工，阮招这个同工来，就是要为着9月20的爱无限的同工吼。所以兄弟姊妹。你若讲有想要做阮的同工，你训练的是一定爱来。你若训练的是袂当来的话，检查你来做同工，可能就无介适合吼，无介适合。所以阮伫遮当咧讲，佮煞咧，叫做剑桥教会伫9月20日，就是咱伫8楼礼拜下上尾一遍啦吼。伫咱正理进前的迄礼拜，咱因要。举行野外礼拜，下来咱才献诗吼，佮煞咧，煞咧，就咱新人伊的罗马书的课程吼，这已经第2遍要上课。咱兄弟若有兴趣的，会当家己看吼，佮煞咧。对怀疑到相信，这若兄弟，你若有想要上课，会当甲瑞林长老报名吼，好，佮煞咧。新竹中会教育部的训练，这毋免看，佮煞咧。在下是这个各位弟兄姐妹自己看就好吼。新竹，这煞咧这家己看就好，家己看好。好，佮煞咧，咱即点要来唱祝福的齐恳的诗歌，祝福齐恳的诗歌，圣诗401首。请咱起立来唱全首。请牧师来祝祷。愿主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佮愿恁的神、甲福分、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阿门。